好嘅建議。咁我哋第三個環節嘅主題分享咧就到呢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進行今日嘅第四場嘅主旨演講，主題將係電動摩托車嘅推廣以及宜居城市設計嘅藍圖。大家知道啦，澳門嘅城市街道咧係摩托車咧承載咗好大一部分澳門人嘅日常。未來電動摩托車嘅發展會有乜嘢機遇同埋挑戰呢？跟住落嚟，我哋有請以下嘉賓分享。首先有請呢個環節嘅主持人，可持續發展協會特約主持人馮敏良。繼續有請分享嘉賓小牛電機車業項目總監佘德志、南山能源科技澳門有限公司總經理鄭振宇博士。澳門環保電動摩托車商會理事長李仲森，有請幾位嘉賓。好，請各位嘉賓就座，跟住落嚟嘅時間交俾馮敏良先生主持。Hello， 最後一個都係最重要嘅一個。OK， 首先我介紹自己咧，我係敏良，係呢個可持續發展第一主持人，亦都係澳門電動車啦。就由澳門得2個好似 sample 咁嘅充電位，做到現在有700幾800個充電位啦。咁都睇住咗個發展，真係〜有政府支持啦，有外行家嘅努力啦，大概咁啦。大家好，我係南山能源科技公司鄭振宇，亦都係澳門低碳產業協會嘅理事長啦，亦都係推動澳門嘅綠色轉型啦，又轉變嘅產業嘅推動。我哋行業亦都係做緊換電嘅電單車。OK。大家好，我係李仲森，我係環保電動摩托車商會嘅。我做呢個電單車行業做咗30幾年，咁由2011年開始咧，就已經開始接觸呢個電動車到而家。睇住澳門嘅改變同埋呢一個電動車嘅引入，到現時嘅周街都係啦。咁但係都面對好多個問題，無論經濟好啊、設備好啊、充電好啊。其實好多個問題都係有待解決，唔夠膽話唔好解決嘅，有待解決。希望通過呢一次嘅研討會咧，大家都攞多啲嘅數據去面對日後嘅發展。唔該。咁言歸正傳，翻嚟題目先。不過講下點解大家要各自解釋多啲，因為唔知點解冇位置俾我哋交翻我哋自己各自嘅業務啊，或者嗰啲 title。咁但 PPT 又有 video 有幾有位。呢度要吐槽一下，唔好意思啊。OK， 咁言歸正傳啦。嗱，其實咧澳門咧就街道狹窄啦，咁就亦都交通繁忙，呢個係大家都知嘅。咁原來睇翻啲數據咧，澳門嘅車咧大約有25萬架，但係其實咧有12萬架，即係差唔多一半咧係電單車。咁個數據方面咧其實都幾驚人嘅，所以嚴格嚟講，我哋電動電單車。買電單車佢需要電動化嘅力量咧，其實係好需要嘅。咁另外就係話，另外一樣嘢就係關於，因為電單車係個特性咧就係數嚟數去㗎嘛。咁如果用電動嘅形式咧，咁其實好多時都聽唔到人哋眼亮嘅，會好多時人哋會聽唔到嘅聽唔到有架車經過嘅。咁亦都澳門啲電動電單車周圍飛嚟飛去啊，呢個就大家都知道。咁首先就係。咁究竟關於頭先好似森哥講啦，咁關於澳門電動電單車佢嘅推廣同埋點樣令到澳門做喺宜居城市嗰度，其實有咩幫助？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澳門嘅有一個政府嘅政策就係置換電單車嘅政策啊嘛，好似最高就係有8800蚊㗎嘛最高，咁同埋佢就免登記稅啊，免所有啲費用㗎嘛。咁究竟佢由2022年開始嘅？咁到而家，咁但係其實佢可以由2% 變到
40%個比例已經相當之好，但係其實佢有冇仲有改善嘅空間咧？有咩可以做得更好咧？佢澳門嘅政府嘅呢個政策。首先我哋分開幾個層面答你。第一個咧，頭先你講電動電單車嘅靜音啦，同埋有聲音啦，你覺得佢會駕駛嘅時候咧，影響到啲路人咧唔知你嘅車會嚟，係咪？咁你提呢個問題。咁係咪又調翻轉咧？澳門嘅電單車咧，好興就喺行人馬路駕駛嘅。咁係咪真係要買翻有電油嘅車，你有嘈咁佢先 OK 咧？咁其實都唔係咁對比嘅，因為電單車又好，咩車都好啦，行人同埋駕駛人士咧都係需要大家互相去了解對方，因為佢行嘅時候咧，佢一定係會係，如果佢唔喺行人路嘅，基本上對行人冇影響㗎。只不過你頭先講個冇聲音就係喺行人路上就係對佢有影響，但係呢一個就係首先佢可能佢本人係違法啦，即係揸架電動車喺行人道都違法，咁冇辦法啦，咩人都可以違法。好啦，咁你頭先我話由幾個 percent 去到40幾個 percent 係咩事？澳門政府如果冇嗰8800蚊嘅補貼贊助嘅話，到而家為止，我相信都仲喺10%裏面嘅啫。因為大家對呢個電單車嘅消費咧，如果係現時嘅經濟嚇3-4萬蚊買嘅125，同佢補咗8800，可能幾千蚊萬上咗1萬出頭，佢已經可以買到個代步車啦。咁所以咧，呢個增長係一定有嘅。咁喺今年嘅1月至7月咧，澳門嘅增長率就總共登記到幾多？1000人架電單車嘅，即係電車啊！咁當然總量已經係唔止啦。但係你話日後嗰仲有咩發展嘅空間咧？頭先阿陳生講得好啱，最主要係你充電站唔夠，充電站唔夠咧，令到好多市民望而卻步。冇辦法啦，我喺好似喺新橋區，我住喺新橋區嘅，咁你叫我邊度去揾個充電站咧？停車場又冇，咁係咪阻礙咗呢個電單車嘅發展咧？其實有好多個問題咧，我哋急需要係政府去慢慢去一步一步去改善。喺澳門嘅政策，政府政策有咩嘅幫助咧？呢次嘅政策非常之好啊，而且係即係有5年嘅計劃啦，今次嘅分鐘逐年遞減啦。你之前1年做嘅話，有公司好多有好有唔好。好嘅話就係有5年規劃啦，亦都係另外嘅廟街都有個時間喺度，而家係會拖埋咗喺嗰度慢慢就冇咁迫切去換啦。其實就係都係好事，政府項目係好事。最緊要政策就係你投資嘅部分，你可以睇到係佢嘅呢幾年政策都仲係可以有好同埋好嘅部分。跟住就係即係私人嗰啲係比以前就係好多啦，有啲新嘅用嘅熱站都有政府政策有所改善啊。所以呢兩個回答咗就係而家嘅以前呢個政策都係有好嘅，但係有不足嘅地方。換電站不足啊，換電站冇電啊，呢個亦都係好大嘅一個雞肋嚟嘅。咁你問我咧，我覺得即係多加宣傳啦。咁就其實即係我直接接觸嘅客人啦。咁好多客人有啲心態轉變，即係好似話噪音啊，即係而家新車冇聲啊，電動車冇聲。你而家啲人嚟睇車啊，嚟關注啲電動車已經唔講有冇聲呢樣嘢。以前就好 care 啊，冇聲好危險喎。即係現在我諗10個9個都唔會討論呢個問題。即係我哋新一啲嚟睇車，即係個市場係接受咗冇聲嘅車啊。咁另外一樣嘢，我覺得點樣多加推廣咧，就係政府做多啲推廣，即係安全同埋便利啦，便利兩位大哥講咗啦，森哥Kelvin 講咗啦，咁就即係充電設施嗰啲啦。但係最主要都係嗰個政府推廣嗰樣嘢安全，即係太多人現在呢一刻都仲覺得會爆炸，會着火，好危險咁樣。咁就如果真係要喺呢件事上面加一樣嘢咧，我覺得睇下政府，因為保險好似舊年都有講呢樣嘢，就係政府可以可以買一啲保險，即係授權保險公司有保險呢樣嘢買。我覺得咁樣，
因為大部分人都係驚話我部車火燭，假如火燭點算好咧咁保險推廣多啲一啲安全，即係其實電動車好安全啊，有冇推廣8800蚊夠唔夠咧？會唔會再加啲咧？我覺得係非常夠。嗱，點解咁講咧？因為而家電動車咧喺一個咁大嘅競爭上面咧，車嘅價錢越嚟越偏向一個向下走。咁如果8800蚊，嗱調翻轉，如果以8800蚊，點解而家嘅車輛嘅增加率都會咁低咧？經濟係整個澳門嘅經濟，經濟對買車嘅影響係最大。因為佢有而家，譬如買架電單車，咁佢淘汰咗自己架8800，咁佢要幾錢出嚟買？衰曬啲萬蚊，咁即係前後後咧2萬幾。佢如果唔換嘅話，佢一路可以繼續揸落去。頭先啊鄭生講咧就話，佢同嗰5年嘅時間咧係俾你更換咧，有好有壞，壞嘅咧就係佢拖長咗你，好嘅咧就係等佢有經濟能力可以隨時去換。因為如果要逼佢即刻去換嘅話，佢亦都要拎一筆錢出嚟。所以呢個時間個 timing 咧就係、你話好又得，你話唔好又得。但係當然做商家係最好嘅，聽日換晒啦，係咪啊？但係站在市民嗰度就係、佢能夠有經濟能力係俾一個更寬鬆嘅時間佢去用，咁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頭先所講，阿佘生講啦，因為我哋協會啦都舉辦咗好多個課程，因為當日咧做電單車呢個行業咧，對電動電單車嚟講嘅維修咧係比較唔熟習嘅。咁我哋同工聯咧合作咗3、4次嘅課程咧，咁將澳門嘅維修人士咧去讀呢啲課程咧，去熟習到電動電單車嘅特性。所以咧當日講嘅唔安全着火啦，曾經喺澳門有幾次啦，咁都係牽涉一啲維修人員嘅粗心大意，令到架車輛着火啫。其實而家車輛嘅安全度已經好高嘅。經過我哋國家發展咗咁耐，對電動電單車嘅發展咗咁耐咧，係可以講話解決咗好多問題，但係能唔能夠話一定唔着火，冇人敢擔保。Tesla 都會着火，係咪啊？但係咧，我哋對使用者嚟講咧，第一，澳門咧一個好處，我哋政府雖然話唔喺馬路上面做一啲充電樁，但係咧喺所有停車場咧都做咗好多啦。咁你對比翻而家有6、7千架嘅電動電單車，但係已經有成7、800個嘅充電樁咧，即係話停車場裡面嘅嚇。兼夾有10個地方係有好多嘅換電櫃啦，咁暫時嚟講係足夠嘅，但係遲啲唔敢講啦，因為你不斷發展啊嘛，不斷發展我就唔敢講啦。咁對於呢一個電動電單車嘅日後嘅發展咧，充滿信心嘅。無論政府好或者我哋嘅商家好啦，好似阿佘生啊同阿鄭生佢哋嗰啲提供咁多好嘅電單車俾我哋市民使用咧，我相信係冇問題嘅。但係希望政府喺呢一個保險又好啊，將人員嘅培訓嗰方面咧，真係要落墨啦。因為點解咧？係短咁幾堂課咧，咁希望所有能夠做電動電單車嘅人維修都好嘅咧，係比較困難嘅。希望能夠政府又好啊，各方面都有喺維修嗰方面同保養嗰方面咧，能夠提高人員嘅質素，咁咧對市民嘅保障係更高。其實頭先講到咧，就話有好多嘅充電站啦，好多嘅換電櫃啦咁樣，但係因為牌子種類實在太多啦，咁好多時咧可能啲車主咧都係攞，因為未必係個車本身係有安全問題，可能本身嚿電池有問題，可能佢拎翻屋企充嘅，因為好似澳門係冇法例係俾規管佢哋唔可以帶個電池去翻屋企充電啊嘛。你唔好睇輕呢樣嘢，啲電池好重嘅，拎得翻去嗰個咧都好蠢㗎啦。但有得去停車場充，你都唔係都要拎住成15、6公斤嘅，即係30幾磅一個電池嘅，你翻屋企咧，就真係甚少人有嘅。仲有咧，澳門啲人咧，因為我哋澳門嘅資訊好發達，睇電視睇得多嘅，佢亦都明知道係咩事嘅，佢都唔會去冒呢個險。暫時都未有，未有人去冒呢啲險，或者特登拎嚿電池翻去充。好少啦！大陸咧就規定咗，已經有法例規定咗嘛。咁其實會唔會個方向就係多啲換電嘅櫃，可以俾佢哋去隨時去換，好過擠部車喺度去咩？通常都係泊喺屋企附近噶嘛，係咪啊？唔係，因為而家個充電站咧，通常都喺停車場，喺澳門政府公用嘅停車場嘅停車位，喺馬路上面係冇充電位嘅。咁然之後你話換電位嘅咧係好，但係
有幾多個品牌咧？嗱，澳門現時有30幾個品牌嘅電單車喺度，係咪擺30幾個充電櫃擺到成街啊？而家係咪啊？呢啲背景資料講埋，其實我已經準備好啦。係啊，有50個品牌，179款車型，5000部喎，都幾誇張喎，係嘛？所以咧，我哋係要理解到根據成個市場現時嗰個形態，包括佢生產好、供應好、使用好、客人好，我哋係一條鏈去做嘅，就唔係話今日我哋要賣嘅電單車，車賺到幾多錢？咁其實咧，成個供應鏈咧就係使用、維修、保養，一條龍路嘅，同埋最後咧都係要政府。政府冇資助或者冇支持嘅，呢個項目係好難發展。係啊，因為其實就係講嘅都係便利優先啦。咁其實偏向咧電站都喺公共停車場，因為戶外站嘅話咧都未必咁適合嘅。澳門嘅地方有限啦，換電好影響人啦。公共停車場換電係我覺得最適合嘅啦。所以其實就係另外嗰個訴求就係機動車輛啊，以30分鐘入停車場，咁亦都係減少咗道路嘅擠塞啊，接小朋友入停車場接啊。亦都係減少咗呢個道路嘅擠塞，我覺得係即係睇下換電呢件事，可以惠民呢件事就係機動車輛呢件事，以3分鐘入停車場，已經有以前有1個鐘頭變30分鐘啦，好似可以希望就可以有機會推動下變30分鐘入停車場。我覺得阿森哥追咗政府多年嘅就係喺戶外去充電啦。我喺歐洲翻嚟啦，咁人哋都係咁樣喺街充啦，即係講啲電單車，啲電動電單車其實，即係始終呢個政府都係比較保守，即係唔肯放手去做一啲，即係人哋已經周街都係嘅嘢，其實，即係你話要之前有同政府開個會就話喂。私家車插咗落去，你冇個車主撳掣掹唔到個插頭嘅，相對係安全嘅。電單車咧就你就咁220，就會俾人剪線啊。咁即係我覺得你要防小偷嘅，即係你唔知邊個小偷喎，你教育嘅啫，啱唔啱啊？咁其實即係便利，阿謝博士成日講便利，阿森哥成日講便利，如果多啲喺街。多人買咯，係嘛？咁即係開會就係講呢啲，政府嘅答案就係哇危險啊！陳生，不如咁樣，我哋調翻轉咯，逆地而處。你係呢個政府官員，你肯唔肯？因為你去答應做呢件事，如果條街度着咗火，牽涉到人命，你肯唔肯？嗱，好簡單。做官嘅角度咧，我係做咗好事，但係咧喺有危險性嘅時候咧，我冇理由去咩？仲有喎，你睇下國內喺佢哋啲小巷度着咗車，係燒晒成排，甚至乎咧喺南京試過成品大廈死幾多人啦。咁呢一個係有一個先兆嘅，亦即係話咗你聽有經驗。但係我身為一個政府官員，我而家唔係唔俾，唔係唔同你哋做，但係佢做一個咁危險嘅，佢肯嘛？即係逆地而處啊！咁係咪真係要到我哋以後嘅科技嘅發展，去到啲電池好穩定啦，唔會着火嘅時候，佢一定會有機會做。但係而家做官嘅也好，做咩人好，有咁嘅責任嘅時候咧，老實講，我調翻轉我都唔做。森哥而家講緊嘅就係俾人哋即係跑喺人哋後邊，就係點解會跑喺人哋後邊啊嘛？冇辦法，你澳門咧就係與別不同，大家都知㗎啦。我哋澳門嘅法例就叫做與別不同。仲有我哋永遠嘅法例都係落最後嘅，而家每一年都喺度改緊，都係因為咁。但係咧，有冇一個官員能夠有咁嘅承擔、有咁嘅勇氣去改變？我哋要等佢。阿葉廣林唔喺度，我讚下佢啊，佢真係承擔啊佢。所以有一樣嘢會唔會政府可以做多啲，就係關於外賣電單車車隊，佢本身係必須要規範化，要佢首先第一步就要去幫佢變咗電動電單車，因為原來個數量差唔多2023年嘅數量，澳門大學嘅統計差唔多有1000部，而家呢2年經濟冇可能更加多。其實1000部相對而家5000部，差唔多已經佔咗好大嘅比率。係咪由嗰度要先
第一步要法例開始規定佢哋咧要轉型咧？而家啲好多車係用緊電動車㗎啦，用電動車做好多個快遞㗎啦，好多外賣嗰啲都有好多人用緊。但係咧最大話咩咧？私人用嗰啲，即係話佢唔係長期做嘅，今日做一做，係啊，有好多係兼職嚟㗎咋。咁佢冇人為咗兼職咧，又2日梗係換緊電動車喎。呢啲所以咧係市場咧，我哋要理解，我哋嘅理想係有問題，你能唔能夠就全面性同埋佢做得到？有啲嘢唔係我諗到佢就可以做，呢個講市場。市場嘅供應鏈就係睇佢嘅要求。唔係，如果我嘅要求最好，同我買晒電動電單車啦，而家嘅車隊做咁都 OK 啦嚇，唔得咁啊！而家就係，所以咧你環保係需要嘅，但係市場係決定一齊。但係可唔可以第一步係先而家做 full time 嗰啲必須係要電動，或者新嗰啲唔係做 full time 嗰啲必須要電動電單車先？其實唔使同佢講必須㗎啦，佢哋揸油車個成本啦，相當高，相當高。佢哋嗰個保養入油嘅成本咧，一個月咧3-4千蚊，佔到佢哋即係其實個收入係差唔多1/4、1/5度。咁所以即係喺佢哋有得揀咧，佢哋都會轉電車嘅。只不過有啲我講多少少啦，譬如而家好多嗰啲佢哋叫豆包啊，即係佢種包啊，佢哋係攞唔到嗰個收入證明啊，嗰啲佢哋借唔到錢，即係每個人講緊啲私人嘢啦，反正即係佢哋想一炮過，佢哋又唔想俾，但係分期咧又分唔到，即係呢啲啫。但係如果認真嚟講，佢哋全部都識揀。用油車做外賣一個月嘅成本係3-4千蚊，好重皮。咁你為我公部電單車計1000幾百一個月啫嘛，咁所以即係足，其實唔使逼佢哋都轉晒電車。或者差唔多嘅時間，或者可以總結下。咁因為成個題目咧就係話點樣利用電動電單車去電動摩托車咧去幫助澳門做一個更加好嘅城市設計嘅藍圖。咁除咗頭先講啲，會唔會再有啲其他總結或者補充咧？我最希望咧就係澳門政府能夠利用我哋國家俾嘅資源，因為點解會講到咁複雜咧？現時我哋所有行緊嘅電動車，無論汽車、電單車都係靠電池嘅。但係當個電池一有損壞咧，我哋又冇辦法去處理，只能將佢報廢。仲有咧，係有好多係賣電單車，即係電動電單車嘅廠商，佢已經係保用你個電池嘅，但係壞咗你拎唔翻轉頭，你去唔翻大陸嘅。咁呢一個咧，其實成個系統係已經出現一個問題。你話環保，其實佢不斷製造一啲壞咗嘅電池去抌。咁呢樣嘢係澳門政府應該係正視嘅嘢。咁你成日同我講有個咁嘅法例啊，或者係有個咁嘅國際公約啊，唔攞走啊咁。喂，我哋橫琴係一個嘅深合區，咁好嘅國家俾我哋用，我哋自己唔識去喺橫琴去一生去做一個維修電動嗰啲電池嘅公司咩？我哋國內好多㗎。你如果喺橫琴能夠有設立咗嘅，我話你聽，淨係我哋所有嘅市民使用完嘅電動電單車壞咗嘅電池可以維修嘅，呢一個先係真正嘅環保啊嘛！你而家唔係我話一粒抌咗佢，話一個抌咗佢，一係咧就叫做賠俾個客。我都覺得好奇怪，點解我哋唔係好好地利用國家俾你嘅資源去做嘢？而家唔得啊，淨係識講唔得。我哋而家政府就係嗰啲官員係諗，我哋要求你係諗點樣去得，唔係話我聽點樣唔得。嗱，呢啲就係政府，所以點解我話呢個做官真係不得了。俾個 like 你。我有記錄嘅，我錄個 video 㗎。我延續阿森哥嗰度講多少少人哋嘅嘢。咁就早排睇嗰單新聞咧，就係 Tesla 咧就成立咗個部門，咁咧就係點樣處理啲報廢嘅電池？呢個即係 Tesla 有財力啦。咁即係如果澳門街真係要同埋牽涉好多啲環保啊、地方嘢咧，真係要政府牽頭啊！就係點咧？就係好似阿森哥講，我自己好多客人有啲電池少少技術啦，即係啲壓差大嘅電池，其實擺落車度用唔到㗎。咁但係 Tesla 佢哋有啲咧就係用呢啲電池，即係實際上擺喺車度用唔到啦。但係其實佢仲能夠工作嘅，仲能夠工作嘅。佢哋就唔需要好似澳門即係之前環保局
帶我哋去睇咁，作廢物處理，即係回收處理嘅啫。佢唔係咁樣，佢係攞翻個電池，用一啲可能一啲電腦系統接翻佢，用到個電池盡為止，即係真係將佢，譬如佢唔可以高性能咁擺車度用啫，但係佢仲可以輸電出嚟㗎嘛，啊，咁啊一直用到佢真係變廢物啦，咁先至再作呢個廢物處理。咁樣嘅話咧，即係可以，譬如有啲真係森哥講嘅環保啦，咁就可以提供俾啲可能啲酒店啊，或者有啲後勤嘅一啲供電設施用咯。啊，咁呢樣嘢政府可以學下澳門政府啊。覺得我都係針對翻嗰個便利優先嗰部分啦。電站部分，你換電站冇電，亦都係一個可笑嘅地方。點樣換電站冇電啊？要講俾阿局長知喎。真係俾佢知下嘅，因為其實對商家投資嘅成本過高啊，因為你嘅電站冇話充電，咁造成好多嘅困擾啦，投資大啦。咁點樣係俾用家更加便利，同埋個電池嘅管理，對於澳門嘅市場嚟講，頭先主持人講過啦，有50個品牌，170款車，咁有唔同嘅電池嘅時候，咁電池管理啊，同埋一個電池呢個嘅隱患點樣處理咧？所以其實換電嚟講可以解決咗呢個比較大嘅問題，但係當然品牌嚟講，佢嘅聲量力夠唔夠大啦？咁所以其實就係你電池嘅監控同管理嘅時候，係可以解決咗電池啲風險喺度啦。所以希望都係澳門嘅喺呢個部分有個發展嘅空間，可以更加寬鬆啲啦，即係設便利啦。我覺得首先係便利，即係最便宜、低維修成本，呢三個唔好死錯人嘅，即係都係大家嘅核心需求啊！多謝。好，多謝晒各位。OK， 今日係咁多，多謝晒。哇，犀利！好好。一言唔好意思啊，佢啲晏就遲咗。唔緊要，介紹朋友你識話。OK， 我留喺度。係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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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